道你在这儿，出来，出来！救救我！求你了，先开车。下车。快开车，求你了。我是她老公，你别多管闲事，把车门打开，让她下来。下车！开车。别害怕啦，你现在安全了。你有没有觉得我老公刚刚那样子像条狗啊？无能狂怒，真是可笑。我帮你报警。不用，报什么警？你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不报警吗？你没挨过打吗？没有啊，你爸妈没打过你？这是一回事吗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下车。哎，买双鞋。要不是我老公把我的卡停了，应该是我请你喝咖啡才对。谢谢。拿去应急。不用了，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，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走吧。路上小心啊！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而且会很快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老婆，当心着凉。你以为靠林总的侄女就可以摆脱我吗？你是担心我着凉，还是觉得我穿的太暴露了？老婆，你穿的再好看，也都只有我能看。
当然是担心你着凉啊。放开我！好了，不闹了，跟我回家。你弄疼我了。听话，听话。他说你弄疼他了，你没听见吗？拿来。我没拿你 U 盘。我有说过是 U 盘吗？李丽，我知道你在里边，你赶紧出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呀？我真的很好奇，男朋友出轨还是藏着什么秘密？哎，要你管你谁呀？李丽，该吃药了，赶紧出来。拿来，不然我开门了。丽丽，我数3下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进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带我离开，我就把 U 盘还给你。3、2、1。叶小爱。林总，你侄女把我太太带走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不知道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侄女什么目的，但商业上的纠葛，还是不要牵涉到家人了。等我了解清楚再跟你沟通吧。哎，美女，一个人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干什么？别碰我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我就是想跟他聊聊天而已。愣着干什么？上车！除了还你 U 盘，我实在想不到任何办法能够表达我对你洪水般滔滔的敬意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我刚刚在这里等你嘛，结果一抬头看到个帅哥过来加我微信，有点姿色我就加了，没想到他突然转过头来说多少钱1晚。男人的美色根本不值得你冒险，你这人怎么一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老公就太帅了，我才上他当。帅吗？帅吗？我觉得一般。比你确实差点。哎，你刚刚那个哈，你是学过的吗？我从10岁起啊，防身术就成了我每周的必修课。说到这些，还多亏了林森有先见之明。虽然他也并没有大我很多，但我总调侃他老，所以叫他小叔。其实他的存在更像是我的一道盾牌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总有他挡在我前面。站住！下周1去文3学校报到，做心理学助教。我不想去。明天早上9点司机来接你。小叔，你养我10多年，我很感恩。但是我早就成年了，今后的事儿不劳您费心了。最好是这样。喝酒吗？叶小爱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没想到你竟然是服装设计师啊！你看啊，你是设计师，
我是模特。我们俩怎么这么有缘啊？这一定是老天爷安排的缘分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我也没有爸妈，虽然他们还活着。我爸呢是一个烂人，所有男人做的烂事他都做过。我妈以前也是个模特。你要割死自己啊？要当战士，可又饿不死，活人不想活，老板是老公，说话像发疯，都别活了，都别活了。你这么好，可不可以当我姐姐？着凉了。睡吧。我研究过苏梅那些年所有的产品，这一套为什么从未见过？而且她明知我拿走了 U 盘，为什么就毫无动静？我妈怎么欠了那么多钱？我妈的死难道不是意外？野神，你去哪了？你就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我，就这么忙吗？有什么事比我还重要？你天天没了你就走，我都生病了。好了，我出门打了个电话，怕吵到你。你这个狠心的女人。我在。我19岁的时候，家里就破产了，爸妈留下的股权、债权，我全都看不懂，全都是一些账本、合同和没完没了的电话，是李静背下的这些烂摊子。他每天都会跟我说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全部交给他。你爱他吗？他爱你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他一定觉得他很爱我。他在生活上从不亏待我，但是对我有近乎疯狂的控制欲和占有欲。你去哪儿了？朋友生日，多待了一会儿。谁生日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别喝了。你现在知道管我了？我去给你拿解酒药。来，吃药。听话，吃药。我不是。
张嘴。我乖吧，我把药吃了，到你了。听话，张嘴。张嘴！林总，采购部的吴总辞职，听说是去了蝶恋。找人事部招新人，你不挽留一下吗？他会带走我们很多资源。想走的人留不住。那您几点来公司？大家都等你开会呢。我出去几天，没什么事儿，不用找我。可能爱这种事情太复杂了，我不懂。小爱，你懂吗？医生说了，要按时吃药。知道了。我自己来。课题准备怎么样了？还行。马上就要准备考研究生了，学心理学吧。我不想去国外了，我想留下来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车祸去世，临终前托他照顾我，他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。一直以来，在我眼里，他就像是无所不能的超人，让我有足够的安全感。张丽丽，以后你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模特。你未来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。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现在几点了？天都快亮了。我们去看日出吧。啊，太困了。叶小爱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看日出，你陪我好吗？不然我会死。准备逃离现在烦恼的世界和一切，说再见。
我想睡一会儿。哎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把我埋在这儿吧。这里好美呀！哎，有点逆光，那边。哎，这光好，绝美。我爱你，不光因为你的样子，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。我爱你，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，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。我爱你，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。林总。林总，按照您的说法，我太太和您侄女不认识，怎么就会上你侄女的车，还在跟我出电梯的前后脚？这事儿怎么这么凑巧啊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林总，不瞒您说，我太太情绪不稳定，平时需要药物维持，现在出来这么久没吃药了，我真的很担心她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呢？你帮我联系一下你侄女，我很担心我太太，你也担心你侄女吧？我呀，我不担心啊。你不担心来安徽干嘛呢？我是怕她给别人添麻烦。也是。我听说您侄女刚从国外回来，好像不是林总的亲侄女啊。我劝你啊，管好自己的家事。你看我这张好看吗？好看，好好拍啊！你相信我。小雅，你看什么呢？哎，你怎么都是拍我啊？程琳琳，给我站住！守株待兔怎么办？我，你给我站住！美女，你的衣服好好看呀，链接能分享给我吗10个图。真的，好好看呀！哇，这衣服绝了！谢谢。你躲在这儿能行吗 I have a good idea, trust me. Where's 厕所？在那边，我带你们过去吧。好好好 ，follow her。今天这辣椒咋这么多虫眼子？可不是嘛，老王头家种的，他要不勤快，尽早做。他家媳妇儿不是跑城里带孙子去了，老头一个人种，能顾得过来才怪。阿姨，那男人走了吗？走吧。走了，走了。红
狗屁，最美丽，气离境，真难播呀！哎，你悠着点，他都没走远。别怕呀，他肯定没认出我们来的。这就是我老了的样子吗？不好吗？我老了一定会变得很丑。丑啊！你说我老？你哪来的蛋？笨蛋！你个小爱！刚刚那个主意真是太棒了，我都来不及拍照。喂，亲亲。哎，还有亲亲，亲亲。妹妹，他刚说什么？美眉，快走！你是不是认识周梅？阿美，不亲亲，不亲亲，不亲亲。你去停车场等我。叶小爱，你到底去哪儿啊？妈妈，这是我们的新家吗？是的，我们会一直住在这里吗？会呀。你喜欢吗？妈妈，我好喜欢。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妈妈会一直陪着小爱。
我人在这儿。我妈的车祸到底是不是意外？是。别追了，我现在不想回家。你不累吗？你累了你就回家。丽丽，你至少应该接我一次电话，回我一次信息吧。我这样的要求很过分吗？再说了，没有你的家还叫家吗？李静，你演，你继续演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的病好多了，我给你妈也换了新的病房，咱不闹了，回家看看。丽丽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别拿他要挟我，他早就该死。你为什么要资助我长大？你妈妈有恩于我，让我照顾你。那我爸呢？我爸是不是还活着？当年你公司起家获大奖的那套设计是我妈妈设计的，对吗？我们当时合作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。我妈人都走了，你想怎么编怎么编，我到底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追问呢？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小艾，适可而止，好吗？跟我回去吧。跟你回去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？我想搬出去住。不可能。小艾，对不起。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丽丽，你要怎么疯我都可以陪你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不就是跳湖吗？我陪你一起跳下去。好啊，说好一起跳，你说话算数。那好啊，我数到3，我们一起往下跳。3、2、1。你大白天的干什么？好了，什么？喂，丽丽，你在哪里呢？好了。
尝尝安徽的鸡汤，很好喝的。你能不能先坐下？说好了啊，这顿我请。这几天啊，黎黎又麻烦你们了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林总啊！哎，小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的模特啊，可都是你小叔的暗恋者。不嫌他老吗？怎么会？男人的魅力啊，只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加分。对气质不好。林总，我敬你一杯，以后啊，咱们多合作。他胃不好。我知道你不想听，但有些话我必须说。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。你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吧？那你知道 HPD 吗？表演型人格障碍。黎黎她不是坏人，但是个病人。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这儿有他的诊断报告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要相信这些客观的证据，并且用你的专业去判断。你既然知道我学的专业，那就不要乱说话。你似乎并不想做一个大学老师吧？你的理想职业是做服装设计师吧？虽然我和你小叔同会时尚圈，但我和他完全不同。我愿意帮助年轻人成就梦想。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林总，没想到你对小众设计师这么了解，看来我们品味很像了。聊什么呢？没事，跟林总瞎聊呢。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急什么？你该吃药了。林总，我们下次再聊。小安，明天见。明天我坐小爱的车走，你自己走吧。你听见没啊？你是想坐小爱的车，还是坐他小叔的车呀？
觉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啊？勾引闺蜜的小说，谁更恶心啊？你是在吃醋吗？林森连你微信都没通过，他对你根本没意思。林森当然对我没有意思，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则、有风度、有边界感的正常男人。别激怒我，没用的。看你现在气成这样，装的风轻云淡，真幼稚。他拥有一个成熟男人的定力、沉稳和松弛感，你是装不出来的。对啊，这才是真实的你。做真实的自己多好啊！继续啊！庄黎黎那个女孩不简单，你跟她保持点距离。我交什么朋友你管不着。放弃救助他人的心理，尊重他人的命运。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你有做到过吗？你有尊重过我吗？我怎么不尊重你了？我的梦想是当服装设计师，而你偏偏让我去大学当老师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尊重？你想当服装设计师，谁请你？我就是想成为像我妈妈那样优秀的服装设计师，不可以吗？再见。你好恶心啊！黎黎，快起来，会着凉的。没事，冰水可以止痛。
我成功激怒他，但是并没录到，被他发现了。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我们有了视频证据，报警、离婚，我让小树找最好的律师帮你。他是疯的，这婚没那么容易离。我们要从长计。李丽，开门啊！李丽，开门！干什么？别冲动。开门！放心，李丽，你把门开开！庄丽丽，开门呐！李静，我警告你别乱来，不然我立马报警。叶小爱，丽丽犯病了，她必须得吃药，她不吃药还得伤害她自己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啊？那要不这样，你把门打开，我把药给你，给你我就走。我求你了，她真得吃药。丽丽，你说句话呀，你说句实话，到底是不是我弄的？丽丽，没事吧？叶小爱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你别管了，你走吧。丽丽，把药吃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身上这些伤，难道像他所说的都是你自己弄的？是我弄的，都是我弄的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动手打你了。你把药吃了，怎么样都行。你不是要验伤吗？你不是要报警吗？我陪你去警局。乖，把药吃了，听话，我求你了。怎么喝这么多呀？你说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怎么就这么复杂？又板着脸，总是装作什么都不在乎。别喝了。
小爱姐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，欢迎回家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小树。许个愿吧，这一晃就25岁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接个电话。子琪，这些日子里，我对你的思念就像滔滔江水，海枯石烂。应该是连绵不绝吧？再不回国啊，中文都要忘光了。今天这衣服上大分，抓住机会。你这小脑瓜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你敢不敢和他蛋糕？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3、2。姐，你真美。真漂亮。姐，我妈又结婚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她每天都跟不同的男人约会，今天这个叫 Steve， 明天那个叫 Jack， 后天那个又叫 Matt， 总是把我自己丢在家里。我想留在中国，你帮我给爸爸说说嘛。你爸这么疼你啊，会同意的。可是，我觉得他更疼你。不过我没意见呀，你对我比我妈还要好得多。我的第一袋卫生巾，第一支口红，第一瓶香水，第一次去看爱豆演唱会的门票，都是你买的。没白疼你。姐，我这才刚刚回来，你不要搬出去住好不好？我可以常回家看看你啊，我们也可以多去外面玩，对吧？女人，你的心太硬了。又来这套。过来。生日礼物，忘记给你了。谢谢小叔，又让您破费啦。是啊，长大了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不想去学校就不去了吧。我给你买了一套房子，家具安排好了，随时搬进去。小叔，你不会是霸道总裁剧看多了吧？这房子我已经租好了，不劳您费心。
我跟您非亲非故的，您给的我已经太多了，我不能不知足啊。什么时候学会跟我客气了？还不是跟您学的。您可以演霸道总裁，我就不能是独立大女主？少喝点酒。晚安。李总可真疼老婆，熬了个大夜把公司的事情全处理完了，陪她出去玩了好几天呢。哎，据说还给他买了很多营养品和奢侈品呢，那些东西加起来足足堆了半个办公室呢。是啊，哎，听说好像是因为李太太最近情绪不太稳定。裴鑫，SPA 和美甲帮丽丽约好了吗？待会儿让丽丽去放松一下。放心吧，老板，都安排好了。老婆，一会儿我还有个会，你有事随时跟我说。好啊，谢谢老公。姐，他又对你动手了。没事儿，死不了。谢谢你，心向导。我肯定向着你啊，美丽姐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都是你带我，后来我腿伤了，当不了模特，也是你给了我现在这个岗位。我永远都记得你对我的好。姐，李总这次在外面高薪挖了好几个模特，我觉得一个都不如你。狗男人。姐，我等着你重返 T 台那天。快！晚上出来吃饭，你在干嘛呢？想你啦，来不来嘛？有约了，我小叔女儿回来了，我帮她选了个学校，晚上陪她吃顿饭。你求职的事我帮你处理好了，你等电话吧。靠谱，谢了。小艾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可嘴真甜，下次啊，请你吃好吃的。老大，我请。我妈的死和林森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还钱！再不还钱就等着吃牢饭吧！你有钱养小白脸，没钱还债。你看看这些债，你看看这些债，我失败了就是死。你就当姐最后这一次，